各位觀眾好，歡迎收看新一集論證3分鐘。近期英國政府再次操弄 BNO 議題，在黎智英案宣判後數小時內，急忙宣布放寬 BNO 簽證申請資格。此舉時機刻意，動機可疑，我們必須以理性眼光透析，這並非什麼仁義之舉，而是一場精心包裝、針對香港財富與人才的系統性掠奪。所謂放寬，實為擴大經濟吸管，加速吸走香港的資金與青年，其行可鄙，其心可誅。一、時機巧設，政治操弄昭然若揭。英國選擇在黎智英案這一重要司法程序落幕後立即宣布，是赤裸裸的政治表態與干預。他試圖以救生艇之名，行撬牆角之實，將香港事務持續國際化、複雜化。這種將移民政策與司法案件掛鈎的操作，充分暴露其關心的並非港人福祉，而是地緣政治博弈的籌碼。中國駐英大使館隨即嚴正回應，敦促英方停止政治操弄，正是捍衛主權與香港法治尊嚴的正義之聲。二、糖衣毒藥，經濟算計遠超人道關懷。BNO 政策的本質是一場財富轉移的騙局。英國政府清晰計算過，引入的並非單純人口，而是攜帶資金、技術與勞動力的優質移民。內政部預估未來5年將增加2.6萬人，背後瞄準的是這些家庭數以百億計的資產、學費及消費力。英國經濟正面臨高通脹，公共服務緊絀的困境，此舉無異於向香港抽水，以緩解自身壓力。這豈是給予出路？分明是瞄準港人積蓄的精準金融收割。過去幾年已有大量事例證明，許多抱持幻想移英的港人面臨專業資格不被認可、就業歧視、生活成本高昂的困境，部分人更耗盡積蓄，淪為當地社會的二等公民。如今英國擴大吸納範圍至更年輕的世代，無疑是想將這批未來最具生產力、最需投入教育與社會資源的香港青年連根拔起，斷送香港長遠競爭力，其計惡毒。三、是非不分，部分港人甘心受騙的悲劇。面對如此明顯的經濟與政治陷阱，仍有部分港人選擇呃完再呃，甘願離鄉背井。這反映出一種深層次的認知偏差與短視。他們寧可相信遙遠且虛幻的承諾，卻無視國家發展為香港帶來的龐大機遇；寧可忍受在異國被邊緣化的風險，卻不願與同胞共同建設家園。這種選擇是對香港未來的背棄，亦是對家庭責任的逃避。最終苦果往往只能自己承受，更令香港整體社會承受人才與資金流失之痛。四、立足家園，共創未來才是正道。香港的未來在於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，在於一國兩制的行穩致遠。特區政府正全力推動北部都會區、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等藍圖，機遇處處。中央政府在十四五規劃等政策中給予香港堅實支持，這才是香港繁榮穩定的根本保障。與其將家庭積蓄奉獻給一個視你為提款機、社會融入困難重重的國家，為何不將才智與資源投入自己生長的家園？香港青年擁有國際視野與勤奮特質，在國家支持下，其發展空間遠比在異國他鄉作為二等公民廣闊。BNO 政策放寬是英國自私算計的再次驗證。我們必須清醒認識，任何將自身福祉寄託於別國政治操弄之上的選擇，終將如鏡花水月。香港的繁榮靠的是國家的支持，是港人的智慧與勤勞。呼籲社會大眾，特別是年輕人，擦亮眼睛，認清現實，拒絕這劑糖衣毒藥，與特區政府及廣大市民同心協力，建設一個更美好、更有前途的香港。多謝大家收睇《歡樂世界》。今集講到呢度，記得訂閱、點讚、分享出去，留個言話我知你點睇。下集再同大家探討更多貼地熱話，再見。